来继续来看这位，这是艺人王必杰，摕过台北电影奖的最佳男主角。昨下晡赛车，伫台北的内湖，甲一台游览车相压，警方到场发现伊规身躯臭酒味，一个做酒测高达0.44。伊讲伊前一暝甲女朋友看球赛。 有啉米露甲高酒，过顿工送狗仔去洗身躯，要转去的半路啊，就出车祸了。王必杰怎方用公共危险罪来移送，尾也是以5万块来交保。非常的抱歉，就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原来前一晚的酒精可以到隔天的下午，竟然还可以测出来这么多。 艺人王必杰面对镜头头一句生活失礼。昨下晡3点外，伊伫台北市内湖的金钟路甲游览车相压，意外发现讲伊啉酒赛车，酒测的数字是0.44。那现在第3节，他们打出了。 原来前日一暝，伊甲女朋友谢欣颖去看 PLG 职业篮球的总冠军比赛，伊讲有啉麦仔酒甲威士忌，啉到11点外，困一暝了，过顿工出门，送狗去洗身躯，下晡3点半，互警方抓到。其实12点左右我们就回家了，所以早上起床我也是就是睡得很好，然后精神状态都很好。当下警察叫我吹的时候，我还吹超用力。 代志发生后，不少网友去伊面前要求伊退出演艺界。王必杰被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士林地检署。今日透早1点左右，以5万块交保。是讲依照王必杰的讲法，由于啉酒了到赛车上路，尚无有12点钟，酒测的数字也有0.44。医生表示讲，这甲个人的肝脏功能，也有代谢有关联。 第一个会取决于它本身的肝肾功能，第二个呢会取决于它的量。所以如果说在前一天他喝的量很大，那么在体内它代谢的时间比较久，那如果说它还有一些潜在的肝肾功能的问题，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在隔天就会引起酒测会偏高的一个情形。 来看公式，人体1点钟会当代谢酒精量差不多是10公克。若是用一罐330cc 酒精是5%的米仔酒来算，总共有16公克半。需要1.65点钟，人体才会当全部的代谢。但过条件是身体器官要正常。大家人的基础代谢率甲体液的分布拢无同，只能用同一个公式来算。 这摆王必杰因为啉酒赛车出现伫社会版面，这唔但都要付出代价，嘛毁掉伊艺人的形象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